华视新闻的记者，伫咧地动救援的第一线有第一手的报道。来看华联，今仔日佫发生着几啊件有感的地动，嘛影响到台鲁国搜救的进度。进入到沙卡党步道的特殊队甲国军，拄则是暂时先来退出。救援的第一线，请记者傲天来报道。 是的，主播各位观众，持续带您关心花莲太鲁阁的最新现场。在今天一整天搜救的重点之一就是沙卡当步道。不过呢，大家应该可以感受到，从12点50分的时候，今天又出现了一波余震，在下午的时候又再度出现一次。所以呢，这些特搜队员们，他们原本今天一整天非常辛劳的上去想要寻找目前还在失联的民众，可是呢，因为担心余震造成土石流的影响，再加上现在还飘起雨来，可能都会形成一些风险，所以他们目前是暂时撤离了。那我们这边也请到了就是特种搜救队的科长，那可以请科长为我们说明一下今天在整个搜救过程中的状况，以及碰到强震之后，为什么目前是决定暂时撤离呢？因为今天我们的高雄市特搜队主要有3个地方的任务嘛，哈，第一个就是所谓的经营酒店，我们昨天已经有载送12名我们的特搜同仁哦，空降在所谓经营酒店，那他负责所谓的绿水营地跟到9区洞这边，那这一块的民众确认完之后，今天也是把绿水营地这边的民众现在已经撤到经营酒店，那9区洞的同仁已经由路面175K 的同仁去接近，那也把他引导到山下来了。那另外第2个任务就是说，经营酒店的这些民众哦，有一些可能有孕妇或者是有脚踝受伤的这些，我们已经在空勤走队的直升机，把他们载送下来。那陆续把他载送下山之后，我们有我们的同仁的配合花莲县消防局的救护车跟我们的中型巴士把他载送到我们的营地这边来。那再由我们的医师跟护理师检伤，然后做分类，然后如果觉得需要后送医院的话，再由救护车再往医院。那第3个部分就是沙卡当的部分。那第沙卡的部分，我们一开始有派遣13名搜救队伍配合花莲县消防局的人进去搜救。那有发现2位民众他在困在这个已经落石堆里面，那可能需要一些重型的破坏器材。那我们后来再派11个同仁过去现场支援，比如发电机消炎机，然后一些油压撑开器。再带一些所谓的重型的破坏器材，然后到现场去支援。那后来在现场，因为一样有余震然后落石，然后还有下雨的问题，所以那我们那些机具目前还是没办法将那2位民众脱困，所以我们后来跟花莲县消防局，然后跟各县市消防局的特搜队讨论完之后，我们决定后来就是先下车到安全地方，可能在评估是否用重型机具，然后进去里面去协助。了解，非常谢谢科长的说明。那可以看到这边有非常多都是今天上去搜救的特搜队员，那有没有什么想跟他们鼓励的一些话想跟大家说？这是我们的今天的上去沙卡当的同仁，那也都蛮辛苦的哈。那这个我们同仁也蛮优秀的哈。昨天来到今天哈，已经执行2天的台8线任务，所以大家都蛮辛苦的。好，大家加油！没错，其实今天呢，他们一开始是派了56名的人进行了这个搜救工作。那后来在中午的时候，再派了5个人，同时呢还有8名的搜救犬，同时还有20位的国军。那大家今天一整天都是非常的辛劳，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在这边，其实这边都堆满了他们非常多的设备。那他们今天也因为有可能会到深水区，还特别穿上了一些有关于水的相关设备，比如说溯溪鞋等等。可以看得出，他们今天真的是非常希望能够在这次花莲重震之后呢，赶快的让所有失联的民众都能够尽快的跟大家取得联系。那么以上就是在花莲现场的最新消息，再把时间镜头交还棚内主播。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